请继续来看南投高中电脑机械制度科的老师陈伟民，积极培育着选手，分别伫107、109甲110年，带领着学生拼出着金手奖的成绩。有2位毕业的学长特别回到母校，甲比赛的撇步传授予学弟的学弟。 去年这个全国高中工科技竞赛电脑辅助机械制度金手奖的科调艺，那画图边啊2个学长那伫甲教，因拢是由陈伟民老师指导摕过金手奖的学生。收获是真的蛮多的，因为他会跟我分享一些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东西，就是面对不同比赛可能会有出不同的题目，那这也是我没有做过的。那学长回来分享，我觉得很棒。 陈伟民老师为因的学生中竞出选手了后，就会带选手开始每日天暗时6点到11点的训练。伊讲训练的是一粒零件，学生一般拢爱画6、700以上。比赛现场的虽然我们都陪同，但是在这个竞技场里面的是这个学长，所以我们都会请学长回来跟学弟去分享说，在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。 企业家陈景祥为了鼓励拍拼练习得到金手奖的师生，这摆嘛提供7万块的奖金，由校方颁奖给陈伟民加区调艺。